同款是早起发生的意外，来看台中市大理区有一间个试营运的自助餐店加速爆炸，虽然火真紧就拍花，也毋过店长甲员工2人烧烫伤是真严重。调味料的罐仔变形，电风嘛互火小过分裂，灶开玻璃门是拢已经脆糊糊。伫咧台中大理区立园路的一间自助餐店，11早起8点外发生加速爆炸意外。附近的民众听到声了后，就看到自助餐店的员工咧发救人。当地里长讲，这间店才拄起营运无够1礼拜，5日制休困3天，连假了第1天营业，闭了时就发生意外。我只听到他们那个喊得很大声这样子而已。现场的话，我询问过大概他们说有3天没有营业了。那可能这当中的时候瓦斯没有关紧，他可能今天早上在备料的时候把瓦斯打开的时候，突然那个爆炸起来。台中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去救火，不过自助餐店已经先把火拍花。第3大队表示，初步研判是加速泄漏，煮食的时阵才引起爆炸。计共有2个人受伤，送医急救。其中39岁姓拿的店长，因为离加速桶导火的所在上近，伤势较严重。然后在备料、在煮食一些食材的时候，然后员工就闻到一个瓦斯外泄的味道。那瓦斯外泄味道了之后，员工发现之后就开始请店长去做一个巡视。那店长就沿着炉具跟瓦斯管线去做巡查。那巡查到后侧的部分的一个瓦斯桶放置的位置了之后，然后就有发生一个气爆的情形。男性病人情况比较严重，全身60%的灼伤，目前意识清楚，我已经做了插管的一个治疗，待会要送到烧烫伤中心。病医表示，姓拿的店长规身躯有60%立即烧烫伤，57岁姓刘的店员有20%立即烧烫伤，2人的意识拢清醒，生命正常稳定，伫烧烫伤中心观察治疗。业者无愿意加讲，若详细的导火原因，搁要等消防局监视人员调查。记者台中报道。